匈牙利国会昨是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政府是会当来禁止 LGBTQ 族群来办活动。推动这项修宪的总理奥班是表示讲，这是为着要保护儿童。也毋过有法律专家是指出讲，民众反对这项修宪，并不是讲支持同志，是正烦恼讲，即卖政府会愈来愈维权。虽然反对派议员伫咧国会持喇叭干了，高求报条顶头写你会当禁止阮，也毋过袂用禁止真相，但是议员无法度阻挡修宪投票。上尾匈牙利国会以140票赞成，21票反对，顺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准政府禁止 LGBTQ+ 群体办公共活动。上这项修宪的总理奥班讲，修宪就是为了要清扫反對者一寡臭糖。Megmondom őszintén engem, mint családapát, mint magyar állampolgárt, mint a hazánk jövőjéért is aggódó embert, vagy a következő most fölnövő nemzedékek lelki, szellemi állapotáért felelősséget érző embert, engem mindig is aggasztott, hogy ilyesmik történhetnek, nevezzük ezt Pride-nak. 这是奥班政府自2012年到达推出并且通过第15遍修宪案。当局讲，修宪是为了要保护儿童的道德、身体、加精神发展的权利，禁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描述或者是宣传同性恋，要个禁止 LGBTQ+ 群体办公共活动。包括每年吸引几多千人参加的布达佩斯联盟同志游行，政府会当用面部辨识工具辨识参加的人，违规的人上关会当处20万匈牙利福林。有法律专家批评，这款措施不是要保护儿童，是要转移大家对国家严重问题的注意力。They realize that this is not about the pride, but this is about limi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limitation which is absolutely discriminatory and absolutely targeted. And people realize that this is the first step forwards broader limitation of other fundamental rights. 学者也批评这边的修宪，后面随主义政府调向威权主义又个向前一步，因为匈牙利的经济停顿，再加上奥班的政策，造成在欧洲面临着边缘化。那么奥班的民调是似乎受到民众欢迎的反对派，匈牙利上大反对党尊重加自由党的党魁马格雅13讲，2026年的大选伊若选了，将会带匈牙利摆脱国际孤立，修复加盟友的关系。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